这个就放那个嘛，可以。咱们学生吗？两个子女，两个子女。我以为他只有放那个的。开始。好。他的可爱噻。他们是在跳综艺的小场。应该在小场。上头嘛。哦，就是把它走往前面移一点。几点？等到10点。对，中国移动那边。他一直放那个香港模式。对。